記憂於愁，要快樂。呢位係 Andy，佢太太 Barbara。Andy 你好 ，Barbara 你好 ，Queenie 你好。你好。Andy 同 Barbara 咧就係我打波嘅朋友，佢哋嚟咗我哋教會冇幾耐，想了解一下團契嘅生活。咁你係團長，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俾佢哋認識？當然可以啦。請我開咗個 screen 先。我記憂於愁，要快樂唱歌。我哋嘅團契叫做約西亞團契喜樂55，我哋大部分嘅團友咧都已經退咗休㗎啦。我哋每一個月咧係聚會一次，係喺第3個主日下晝2點鐘喺地庫嘅小禮堂舉行嘅。聚會內容咧好多元化，有詩歌敬拜、祈禱讀經、感恩分享、專題講座、夏日郊遊、節日聚餐等等。我哋仲有關懷小組，學習彼此服侍，分享主愛。有軟弱憂傷嘅時候，我哋會一齊禱告代求，互相勉勵支持。都幾好喎，係咪一個月一次嘅咋？仲有冇其他活動啊？有啊，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活動㗎。逢星期5上晝，我哋會一齊返嚟打 pickleball 同埋乒乓波嘅。咁仲有其他嘅興趣班，例如福音粵曲、編織、詩歌欣賞、點樣用手機啊等等。每一個月團契聚會之前，我哋都會安排一齊午膳，彼此問安。Andy、Barbara， 咁你哋仲有乜嘢其他嘢想知道？我想知道你哋個團契到底有幾多人呢？團契依家大概有70幾人。哇，70幾人啊！哇，好多人喎。咁啲節目又咁豐富，聽你講，同埋咁好有活力。你講得啱啊！我諗我哋都要快啲入嚟睇真啲啦。好啊！我代表約西亞團契喜樂55，預先歡迎你哋。歡迎。我記憂於愁，要快樂唱歌唱，祝世間怨恨你莫再屈心上，在救主面前個個自由開朗，願靠主每日見歡暢。茫茫人生旅程，路縱崎嶇險惡，頌讚主恩。